可能这届罢免国民党立委含新竹市长辜鸿安的这个选举呢，就是在7月2日要来投票。为着要避免这选票变作是无效的，中选会呼吁登票的时阵呢，一定要用选委会准备的登票工具，袂当登家己囡仔或者是其他的物件摕来登，只要是清楚标示同意或者是无同意，拢算是有效的选票。 7月26将举行第一波24位国民党立委以及1位县市首长的罢免投票。不管你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，投票时都要注意，避免让自己手中的票成了无效票。盖在那个框框的中间嘛，用它的章嘛。对，那你知道怎样会变成无效吗？那就是相反，乱盖吧。没盖好。我是盖在线上。我盖2个。 中选会公告，在罢免栏投票的时阵，民众一定要使用选委会准备的登选票的工具。透过范例正常有效票的状况，都是登伫的可选栏内面的。不过，其他包括登伫的同意、无同意罢免栏，也是登伫的可选栏计算的边边啊，或者是共单位登2摆以上，原则上只要会当互人分辨是同意还是无同意，拢会当算是有效的票。另外，无效的票，包括做伙登同意和无同意，完全伫的单位外口，也是无法度分辨是同意还是无同意的情形。另外，未了解过签名、登家己的囡仔，也是指纹，甚至贴破选票，也是严重污染罢免票，拢会互认定是无效票。区公所会固定在选前的一段时间，会请所有的里干事，好到各个定点，譬如说捷运站啦，或者是像我们这边的行天宫门口啊，帮大家宣导哈，什么时候投票，然后需要带什么东西。目前为止，我们在借场地，然后在招募工作人员，有一些地方比较。不方便参与罢免，所以我们目前正在协商。帮助选务的基层民代嘛讲，罢免投票比一般的选举更较紧张，因为爱做的代志较济，作业的时间变较短。中选会提醒讲，投票迄天禁止伫投票所4颗内30公尺内吵吵闹闹，也是干扰，嘛禁止炸手机啊、含摄影器材入去投票所，嘛袂当甲选票炸出去，无就要面对刑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